即使我喺網上俾人鬧得再慘，晚上熬夜得再攰，今日呢條片呢，我都必須要發出嚟。打算捉住2025年買樓嘅家人們呢，一定要認真睇完呢條視頻啦，知道珠海樓市呢幾個真相。今日呢條片呢，特別適合預算又唔多嘅，又不得不喺珠海買樓嘅呢啲剛需人睇。今日呢條視頻呢，價值100萬，唔服嘅話可以嚟講。如果你可以搞明白喺珠海買樓呢7條建議呢，你就唔會踩氹，就唔會中伏，直接上乾貨咯。第一個話，如果你非要買啲樓鋪小、樓鋪大嘅，有兩個理由啫，要麼呢就係地段好，要麼呢就係學校好。目前呢一類樓呢喺珠海，我勸你都唔好掉。你唔信嘅話，你可以先收藏呢條視頻，等明年個6月份你先翻嚟多謝我，可以先點我關注咯。第二個啊，如果你想買樓喺未來嘅5年內或者8年內係有流通性嘅，可以變現嘅，就盡量選擇每一個區域嘅核心地段，往人多嘅地方買。香洲區嘅話，你就記住呢4個地方：新樓香洲、南灣、十字門、唐家嘅前環。西區斗門呢，你就關注湖心新城、湖心路口。金灣呢，你就關注航空新城嘅核心片區。未來嘅發展一定要優於其他區域嘅，即使發展唔起身啊，佢亦都係斗門、金灣嘅核心發展片區，距離香洲區近咯，交通便利咯。最後一個就係橫琴啦，順住呢個主幹道買，金融中心買。最好呢，就係100平方到142平方嘅樓。當下珠海嘅房產市場只有2類人啫，一類呢就係剛需，一類呢就係唔差錢嘅純改善。我再次勸買首套房嘅人呢，千祈唔好喺裝修上面使太多嘅錢啦，亦都盡量唔好去買車位。第三個呢，唔好喺3、4線城市入邊投資房產。房你換嚟換去嘅話，只會將自己搞得越嚟越窮。仲有啲一家人都喺大城市入邊打拼嘅，好少翻鄉下嘅人呢，亦都盡量唔好喺自己鄉下買樓。買咗呢，你基本上就爛喺自己手上邊嘅啫。住你又住唔着，賣你又賣唔甩，真係冇意思嘅。第四個呢，打工族買樓呢，流通性一定放喺第一位。你層樓好變現，呢個可以係俾到你最大嘅保障啦。後邊你先去考慮升值嘅問題。第5呢，優先考慮有價值嘅配套，最後先係居住嘅舒適度，千祈唔好搞反啦。因為對你而言呢，呢層樓呢，你冇任何嘅容錯機會。第6呢，就算預算再少，一定要選擇珠海板塊好嘅區域。即使而家預算低，你寧可租樓，你都唔好買郊區，寧可唔買都冇買錯。冇提到名嘅片區呢，基本上都係郊區。近郊你仲好少少，冇產業支撐嘅遠郊區啊，講句唔好聽嘅，你點個外賣你都點唔到啊！我自己買樓呢，我會有一個原則咯，我就會打開呢個外送嘅軟件，外賣平均配送時間達到1個鐘以上嘅，我堅決唔會掂嘅。咁第7個呢，如果你係純投資嘅，就唔好相信嗰啲天花亂墜嘅規劃，有好多地方嘅規劃基本上就係鬼話，個餅你根本就食唔到，短期內根本就冇可能發展起身。房產投資最大嘅境界呢，就係博弈。咁全國咁多個城市啊，起身嘅絕對係冇幾個嘅。要搞清楚咩係有價值嘅配套，你好似學校啊、城市軌道啊、商圈啊、稀缺嘅景觀啊、醫院呢啲先係有價值嘅配套。其他好似機場、遊樂園、高鐵站冇任何嘅價值。好似高鐵嘅話，你1年先可以坐幾次呢？最後，我希望我嘅朋友們呢，可以擁有一張珠海樓市高清嘅地圖。買樓呢，唔知道如何選擇嘅，唔知道有咩不利因素嘅，啱唔啱你嘅，或者講唔知道優惠折扣到底係幾多嘅，怕買錯嘅，怕買貴嘅，可以直接右上角掃描家興嘅 WhatsApp 二維碼，後台就可以免費領取一份家興使咗3個月時間整理嘅一個珠海最新嘅樓價底價表，100幾個樓盤嘅不利因素、板塊嘅避坑指南同埋買房嘅攻略，入邊有好詳細寫到每一個樓盤到底有咩不利因素，近期嘅成交價格係幾多。我知道大家買樓真係太唔容易啦，又要上班嘅，有啲呢又要帶細路仔嘅，仲要防住踩坑，怕中伏，怕買錯，怕買貴嘅。今日呢，家興就打破呢個行業嘅信息差，等房價更加之透明，信息更加之通達。怕買錯，怕買貴嘅，想聽真話嘅，記得 follow 家興嘅頻道，可以幫你喺買樓路上避坑嘅人。